为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啊！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采一向不如三弟，还是你来吧。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年纪这么轻轻，是啊。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持家但有4利弊，治国不齐3折弓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猿哭帐烟腾。哇塞，思维好棒！太帅了！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开封地脉，花醉疑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难道天下奇？孔双双在他那儿？花开真的花落假的20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，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轻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杨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2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2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
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夺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语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杜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川牡丹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呀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早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我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啊，妹妹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黄金蛇还有个名字，叫龙蛇。据民间的传说，是有仙气的蛇。经过修炼和上天的考验之后，活过1000年会长出脚来。龙蛇经天劫后，可以化去蛇身，成为真龙。据说这是上天让龙子下凡之前历劫锻炼的。嘿，阿柔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什么又是龙又是蛇的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他们得逞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不是什么坏兆头。我们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啊，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